聽聞今次嘅主題係太空科幻風格，點解會揀呢個方向嘅？客人本身好中意收藏 figure， 所以我哋以 cyber 同埋太空做主題，透過燈光同埋材質製造出太空船嘅氛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係 Inti Design， 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 我哋不定期都會有新片推出。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嚟到銅鑼灣維多利大廈一個實用面積差唔多有1600尺一梯兩伙嘅3房單位。呢度位置好特別，雖然係銅鑼灣地段，附近有維多利亞公園、天后美食街同中央圖書館，但環境都偏靜。想問下設計師，呢個單位第一眼俾你嘅感覺係點嘅呢？最深刻一定係個觀景，入到屋會見到成個維多利亞公園。再望遠少少就係維港嘅煙花景同埋日落海景，仲可以包攬會展、IFC 同西九嘅 ICC， 真係可以話坐擁繁華，靜享美景。今次呢一間屋，我哋嘅設計感會相對強烈嘅。首先，我哋會用咗太空艙做主題，而且我哋會用一啲較為少用嘅物料同埋軟裝，例如好似波浪紋嘅不鏽鋼天花、弧形嘅玻璃。甚至乎燈光上邊，我哋會加入咗有藍色嘅氣氛燈，而結構上邊，我哋亦都會用翻弧形嘅門廊嚟修飾翻嘅。所以呢一間屋對比其他嘅家居設計，相對會較為獨特嘅。聽落好似置身科幻電影場景，好有個人特色。如果大家想知屋企點樣可以設計到有太空嘅感覺，記得睇到最後嘅設計小知識，設計師會介紹俾大家知㗎啦。客廳我見到有好多玻璃櫃，係咪特登為咗戶主設計嘅呢？冇錯，客人有大量大大小小嘅珍藏，所以家私我哋用咗弧形嘅玻璃櫃同埋玻璃門，方便展示。我哋仲做咗度身訂造嘅弧形梳化，配合埋造型地氈，令空間既有強烈嘅視覺效果之餘，又可以保持舒適度。地板我哋就用咗深色嘅光面地磚，可以反射翻天花同衛生嘅燈光，好似漂浮喺無重力嘅太空咁。真係估唔到，原來地板都可以幫手加強設計效果。係呢，點解會改動原本嘅3房間隔？因為配合翻屋主嘅要求，其中保留翻原有嘅頭房空間，做翻書房。入到去就好似坐咗喺太空船，無論做嘢定係砌模型，都有太空艙嘅科幻氣氛，做到實用同趣味兼備。另一間近主人房嘅客房都改咗做衣帽間，係咪都可以放珍藏出嚟㗎？係啊，另一間房打通連接主人房，仲特意喺衣帽間嘅中央設計咗一個高身嘅弧形玻璃櫃，就算換衫都可以欣賞翻自己嘅珍藏。由衣帽間行一步跨過去主人房，係另一種有格調同好闊落嘅感覺。因為已經唔需要再做收納，所以可以保持簡潔，再加上綠色嘅雲石同金鋼嘅元素，氣派十足，仲帶有奢華感添。咁就完全做到生活同收藏融為一體嘅設計。想問下主客廁係咪都有改動過㗎？有啊，原本客廁係雙洗手盆嘅，但實際上都唔需要，所以我哋改動咗之後，反而可以騰出更多嘅空間俾翻主廁。而且主廁我哋仲用咗大嘅雙趟門，令主人房嘅空間感覺更加大。今次設計小知識環節，等我哋嘅設計師介紹點樣幫到中意儲 figure 嘅你，可以有櫃收納，但又唔會有壓迫感。同樣點樣利用地下嘅物料用色，做到無重力嘅感覺。以今次嘅單位為例，家私方面，我哋做咗好多弧形嘅玻璃櫃展示收藏，玻璃透光又唔擋櫃入邊嘅燈效，令收藏品更加突出。除咗喺櫃身做咗特別嘅設計燈效，都要配合翻深色、帶有反射效果嘅地磚，利用光面質感嘅折射，將室內燈光同窗外自然光折射翻出嚟，配合翻深色嘅色調，就好似踩喺太空中，做出置身未來嘅場景。總括嚟講，真係將太空主題同屋主嘅收藏完美融合，無論燈效、材質定係功能規劃，
都好有特色，唔單止係一個屋企，仲好似一艘專屬嘅太空船。呢個實景室內設計案例係咪模型愛好者嘅自肥設計？可以留言分享下你嘅感覺，亦可以俾個太空人或者太空船 emoji 我哋㗎。嗱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，仲有撳埋個鐘仔，咁先會收到我哋有新片嘅通知㗎。